继续来看到，伫咧南投县是有一个70岁阿公招8岁的囡仔，参一个63岁山友做伙去爬山。想袂到，因为去撞到风台，3个人就地打天都避难。这个阿公甲山友若像是失温上严重，拢叫袂精神。这8岁的囡仔是赶紧来打电话报案，消防单位嘛有派出直升机去搜救，也毋过落尾这个阿公甲山友有关是救无回来。 南投县消防局拜六中昼接到通报，一个70岁单身生，带8岁外孙甲63岁姓詹的女山友，8月7日对花莲出发，规划爬南三段，按正17对南投县胜利乡东部落山，但是12行经过科洛安山的时阵，拄到风台，大埔棚劈烂，16早起，囡仔发现外公甲女山友叫袂醒，摕阿公的手机报警，消防局随申请直升机救援。 后送一位一名年约50岁女性，因为山域事故欧卡的患者至竹山秀传医院。2个患者明显欧卡了啊，那个8岁小男孩目测小儿三角正常。第3个民间消防分队救护车接到通报，分别将3人送病院。病院指出，单身士和詹女士到院进前就明显死亡，研判是失温伤过久，外孙只有小可脱水甲拍伤。 阿公的部分，他一来，其实到院前就明显的死亡啊，但是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照急救流程，应该是失温的时间过久啊，所以我们抢救了大概30分钟之后，也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抢救回来。消防署呼吁山顶天气变化大，一定要做好行前准备，而且唔通爬超出能力范围的路线，嘛要早维持通讯设备，伫紧急情况下提供定位资讯，争取黄金救援时间。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。